歡迎光臨鰂魚涌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月台、客務中心及暢通易達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月台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暢通易達洗手間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入閘機。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暢通易達洗手間。